同我跑啊！打中了！太好了，打中了！婉儿真棒，好漂亮的小花。婉儿，吃鸡蛋。谢谢珍嫂。珍嫂好看，真好看。婉儿，谢谢珍嫂。夫人，你看。乖孩子，婉儿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想快哭了吧？孩子，夫人喝口水。一些针线我们来做吧。你看，过几日，只要我们做好了陶颖夫人的喜服，就不用再整日为柴米而发愁了。哎，五婆不是说今日把陶颖的布料送来吗？这会儿了，怎么还没送来呀？五婆年纪大了，走路走慢些也是应当的。就是这儿。有人在吗？出来接我们右城老爷。谁呀？就是这儿吗？林大人，就是这儿。那还不抓紧搜缴赃物，将人犯拿下？是。慢！你们是何人？怎敢私闯民宅？本官为燕国的廷尉右丞，朝廷派我来西市捉拿盗贼。谁是盗？谁又是盗贼？昨日陶尹大人府中被盗，丢失了不少珠宝黄金。有人亲眼看见盗贼拿着赃物进了这个院子，其言过于荒唐。何人亲眼所见？让他站出来作证。你别急嘛，来人，给我搜！是，搜！哎，你们别进去！麻烦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来这么多官兵？不会吧？这院子里边住的都是夫人的小孩，这么多官兵，那珍嫂人还糊涂着呢，也不会干出这等事情来呀。就是，这家人挺好的呀，不会干这种事儿的。拿出去！快点！果然都在这儿啊！这是陶尹夫人做喜服的定金，这是用来镶嵌在喜服上的珍宝。喜服？谁说陶尹夫人要做喜服啊？啊？做喜服用得着这么贵重的珠宝吗？而做喜服的衣料又在哪儿啊？明明是巷子里的五婆做中人替我们接的活计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陶颖夫人？啊！你要不提啊，我还差点把这老婆子给忘了。本官办案手里当然是要有凭证的。来人，在，把那个老婆子押上来，押上来。五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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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本官已经查明，就是这个老婆子与陶尹府中的婢子内外勾结，鼠盗狗偷，不择手段。哼，如今人赃俱获。右丞大老爷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做喜服的活计是陶家的下人说，
陶尹老爷的儿子要大婚，是他们亲自找上门的。那些珠宝和金子也是他们交予我的。大人，你要是不信，我愿意与陶府的柳姑对质。对质？案发后，那个柳氏早已潜逃，不知去向了。你们明明是早已谋划好的，以为就此可以销声匿迹，偷窃的钱财也可如泥牛入海，却不想，偏偏被本官抓住了你这个贼婆子的贼手。哼！更是顺藤摸瓜，揪出了你们这几个幕后主谋指派。这陶府从未打算要办婚事。陶府办不办婚事与到案有何干系啊？陶府要办婚事，陶尹夫人要做喜服，这该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就算陶府要办婚事，陶尹夫人要做喜服，这蓟城城内有的是专门伺候达官显贵的逢人绣娘，哪里轮得到你们这几个息事无名粗笨妇人上手啊？你去城中好好查查，只怕那些显贵身上穿的有不少就是我这粗笨妇人的针线。你这是不打自招啊！看来你仗着给别人做针线为名，在城内干着鸡鸣狗盗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日了。哼！本官倒要好好的查一查，看看这蓟城城内到底有多少苦主招了你们的道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来自秦国，这位公子是你们燕王的舅舅，义后的亲弟弟公子季。这位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，你们诬陷好人，这是对贵人大不敬。秦国的质子，哎呦，名头好大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若真是大王的至亲，又怎么会两手空空跑到这种贱者居住的西市来隐姓埋名啊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找你们国相郭伟查证。你这个狡诈妇人，明知道我国相陪着大王和义后出宫了，你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，好趁机逃脱是吧？哼，你们可真是机关算尽啊！来人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大胆！走。你身为主管刑狱之官，吃着朝廷俸禄，怎可无凭无据胡乱抓人，乱施淫威？本官说要抓，便抓了，你又能怎样啊？哎呀，这些当官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是专门欺负妇孺弱小。就是既然你们都是秦国来的，就应该知道你们的商鞅之法，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官更要对你们进行依法严查，都给我押走！本官还要严监鸣锣示众，让满城的百姓都来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秦国来的大盗是何等的嘴脸！来人，在押下去！是，住手！子熙。既是秦国质子，要带走，须以行文向秦国交涉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楚人黄歇。一个小小的世子，少在这多管闲事。身为朝廷命官，罗织罪状，污良为盗，这种闲事人人可管。这些黄金珠宝便是证据，本官可以随意找到不下10人，见证着老婆子昨日下午抱着2个匣子进了这个院子。既是赃物，谁又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捧在手上，穿街走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住处？难道这做贼的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打算广而告之吗？本官还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把证据拿出来看看。你们刚才可否搜到了别的赃物啊？屋内还有一件貂皮衣裳，还不快去拿来！是。大人。哼，怎么办？果然可疑。你们这些人如乞丐般贫贱，哪里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裳？哼，人赃并获，都给我锁起来，先沿街示众，再带回公堂。本官要细细的查问。是。这婆婆做的衣裳，我走了。静儿，
儿，小孩子你也动手？静儿，宝儿，放下看，还给我！去，静儿，公子，你看到我宝儿！哎，滚开！真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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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再敢乱动，就如同这奸夫一样，查无说。都滚！大人，完了！让人下！杀了这帮畜生！玉儿，咱们杀了廷尉右丞，在这继承也算是捅破了天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出城。芈月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义渠君，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？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，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。没想到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义渠君豪侠仗义，扶危救困。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，我等定会身陷桎梏，备受凌辱。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。义渠君急公好义，请受皇歇一拜。黄公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死而复生。今日一见，黄公子也算是英雄好汉。糜夫人，今日闯下如此大祸，都是老身的错。婆婆不要责怪自己，那些贼人一心害人，剑却张罗。婆婆心善，免不了会中了他们的奸计。眼下朝廷马上会派人追捕我们，婆婆只好随我们一起出城，那才是上策。糜夫人，你们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我在乡下有亲戚，我可以去躲一躲。就是真嫂太可怜了。真嫂，你醒醒！真嫂，你醒醒！香儿，把这些给邻里乡亲，请他们好生发送真嫂。是，静儿。母亲，真嫂是个好母亲，她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看待，记着有一日要为她报仇雪恨。